Hello，大家好。唔知大家平時食飯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個好簡單，但其實好有深度嘅問題？點解華人或者亞洲人係用筷子食飯而唔係用刀叉嘅呢？好多人可能會話習慣咯，傳統嚟講都係咁噶。但其實背後隱藏住一場關乎歷史、經濟甚至社會心理學嘅大變革。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下點解呢兩條簡單嘅木棍仔可以打贏鋒利嘅刀叉，成為我哋餐台上嘅主角。講起筷子，大家可能會以為佢一發明出嚟就係用嚟食飯，但其實喺3000幾年前嘅商朝，最早出現嘅筷子只係廚房嘅工具。當時嘅筷子主要係用嚟喺個鑊入面攪下啲燉菜或者夾下嘢，而唔係直接夾嘢食入口。嗰陣時嘅人食飯，其實同古羅馬或者中世紀歐洲人差唔多，都係用手拎或者用刀叉。咁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筷子由廚房工具變成餐台上嘅主角呢？咁就要講到2000年前嘅漢朝。當時北方人主要食雜穀小米，通常係煮成糊狀嘅粥，用筷子夾粥簡直係冇可能，所以當時筷子仲未普及。但係隨住漢朝向南擴張，大家發現咗南方有一種好嘢，就係稻米。呢度有個好關鍵嘅科學細節，亞洲嘅稻米澱粉質好重，煮熟咗之後會黏埋一嚿。呢種黏性簡直係為筷子而設，一夾起就係一細嚿放入口。加上同一時間，北方人開始研究點樣將小麥磨成粉，整成麵條或者餃子。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你用手拎麵食，或者用刀叉食餃子，其實都幾麻煩。反而筷子就變得非常之靈活同埋簡單好用。不過，推動筷子普及嘅真正幕後功臣，其實係窮同埋人多。喺漢朝之後，中國人口急劇增長，去到一個地步，佔咗全世界1/4人口。人多就代表資源唔夠，金屬變得好珍貴。相比之下，整一對木筷子或者竹筷子嘅成本幾乎係零。更重要嘅係燃料問題，因為人多，柴火都好貴。為咗慳火，古人發現咗一個煮食技巧，就係將食物切細先至落鑊煮。物理上，當表面積大咗，食物就會熟得快啲。呢種切細晒先煮嘅習慣，直接導致咗餐刀變得多餘。既然碗入面嘅嘢食全部都係細細件，我仲攞把餐刀嚟做咩呢？所以刀就慢慢退居幕後，留返喺廚房，而筷子就順理成章成為餐台上嘅主角。講完經濟同物理方面嘅原因，我哋仲要睇埋心理同文化嘅影響。呢度不得不提一個大人物，孔子。孔子係一個好講究禮儀嘅人，佢非常反對喺餐台上見到兵器，喺佢眼中刀係用嚟屠宰，係暴力嘅象徵。一個君子或者文明人食飯應該係優雅而平和㗎，唔應該喺朋友家人面前舞刀弄槍。孔子呢種思想後來被記錄喺《禮記》入面，變成咗成個中華文化圈嘅核心價值。結果，餐刀喺中國嘅餐桌文化入面就慢慢消失，變成咗純粹嘅廚房工具。有趣嘅係，孔子嘅堅持，居然喺千幾年後嘅歐洲，由法國紅衣主教 Cardinal Richelieu 用另一種方式實踐出嚟。當時歐洲人食飯仲係用緊尖頭嘅餐刀，個尖頭利度可以直接攞嚟插人。紅衣主教發現，好多貴族食飯食到一半，一言不合就攞把餐刀嚟開片。為咗治安同埋優雅，佢下令將所有餐刀嘅尖頭磨成圓頭，就發明咗我哋而家見到嘅圓頭西餐刀。所以你會發現，雖然東西方文化差咁遠，但大家對優雅食飯嘅追求其實係一致嘅。只不過西方係選擇將刀嘅尖頭磨成圓，而我哋東方就選擇唔再用刀，換成更方便嘅筷子。總結翻今日講嘅嘢，筷子嘅成功唔單止係因為佢好用，更加係因為佢適應咗稻米同麵食嘅崛起，解決咗資源匱乏嘅經濟難題，最後仲承載咗一種追求和平、遠離暴力嘅文化。下次你夾起一嚿燒肉或者一啖飯嘅時候，不妨感受下呢對筷子背後其實係經歷咗幾千年嘅演化同智慧。希望呢啲餐堂上嘅冷知識可以令你下次食飯嘅時候多一個話題。多謝大家收聽呢集 podcast，我哋下次再見。